揭4大陷阱，聽晒地產經紀講，分分鐘俾銀行揾笨。首期還款年限，銀行點揀？今期視頻咧就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啦。Hello， 大家好，我係大灣區港房阿 Moon， 咁歡迎大家收睇。今期主要講解一下好多街坊買咗樓而唔知道點樣選擇按揭方式最適合自己，譬如首期要俾幾多，要供幾多年，揀邊一種還款方式，去邊間銀行做按揭，唔好乜都聽晒人哋講，聽我講就啱啦。如果你真係乜都唔識，咁好大機率白白咁幫銀行打咗幾年工而唔知。買樓做按揭呢4件事，如果調轉晒嚟做，等於送咗架 BBA 俾銀行㗎。今日我就將樓入邊咧收收埋埋嘅古惑位，同埋真正可以幫你慳到真金白銀嘅乾貨，一次過同你哋講清楚，全部係你簽約做按揭嗰日咧即時可以用得着嘅硬料嚟㗎。驚記唔晒嘅，記得點個讚收藏先，到時搞手續嗰陣出嚟逐條對住嚟睇就啱噶啦。避得開一個伏位，分分鐘幫你慳翻10萬8萬。今日呢4個買樓人士必問嘅靈魂問題，一次過拆解，避坑指南直接拉到最盡。好啦，依家嚟講第一個問題，首期俾多啲好定係俾少啲好？咁網上咧就分咗2派人拗到拆添。呢一派咧就話首期俾得越少越好，現金流就係王道。隔離嗰派咧就話首期俾得越多越好，借少啲就俾少啲銀行利息。咁今日咧我就唔同你講啲虛無縹緲嘅嘢啦，淨係俾一個真真正正可以幫你判斷到嘅標準，分2種人，你哋自己對號入座，唔使再亂咁揀啦。首先，如果你係朝9晚5嘅打工仔，收入穩定，又冇乜投資渠道可以穩陣咁跑贏銀行按揭利率，走上啲錢淨係攞嚟擺下定期，或者買下啲穩健型理財，甚至係亂咁買股票、基金俾人割韭菜嘅話咧，我依家就好明確同你講。喺你留翻屋企6到12個月嘅應急錢嘅前提下，首期俾得越多越好，同你計條最實際嘅數啦。今年咧全國首套房最主流嘅按揭利率大概係3% 左右嘅，你揞住自己嘅良心問下自己，依家邊度揾到一種理財嘅產品係穩穩陣陣零風險咁樣可以跑贏呢個年利率嘅回報呢？幾乎係冇啦。俾多10萬蚊首期就等於借少10萬蚊，未來30年淨係利息都慳翻接近6萬蚊喎，係6萬蚊啊嚇，咁都穩陣過你拎啲錢亂咁投資輸晒啦。依家你貸款總額細咗，每個月嘅供樓壓力即刻就細咗，生活質素都唔使打折嘅。咁夜晚瞓覺都瞓得安樂，唔好為咗所謂嘅現金流充足呢個假象去孭一身債。不過有3種情況你可以完全俾少啲首期，甚至乎金足你喺嗰個城市嘅最低首期比例去俾。第一種咧就係你做生意，你係老細，咁資金周轉得好快，手上啲錢可以穩定咁生錢，回報率係遠遠可以跑贏按揭利率嘅。銀行呢筆低息貸款唔用真係笨啦。第2種就係你係上車盤嘅首置客，聽好啦，係首置客。手上啲錢咧啱啱夠俾最低嘅首期，千祈唔好死慳死抵夾硬嚟。首置資格係我哋普通人一世可以攞到最盡嘅還款年期最長嘅利率最低嘅借錢機會啦，真係得一鑊㗎咋，唔進取比起你之後走去銀行借啲高息嘅消費貸、經營貸，劃算得好多㗎。唔好將啲活錢全部冚使晒喺層樓度，斷咗自己嘅應急後路。第3種，你買嘅係第2層樓，按揭利率比起首置高好多嘅，咁你手上嘅錢又係啱啱好夠俾首期同埋應急錢嘅話，咁就優先保住你嘅資金流動性，唔好將啲錢鎖死喺啲物業度。度呢一定要加2個紅線提醒下大家。第一個呢係絕對唔可以用消費貸、經營貸，甚至係信用卡套現嚟湊首期嘅。咁呢樣監管機構呢明令禁止嘅，一旦俾銀行查到，係會直接唔批你按揭，甚至係要你即刻還晒啲錢嘅，後果好大鑊㗎。好啦，第2個啦就係首期俾多啲嘅前提下，要將你手上嘅年利率超過5% 高息債務全部清晒佢。譬如信用卡分期、啲網貸、小額貸嗰啲，呢啲嘅利息都比銀行高得好多，梗係要先清晒啲高息債先，然後再考慮俾多啲首期。呢個次序千祈唔好調轉嚟。第2個問題就係銀行按揭嘅年限係揀
20年好、30年好定係10年好呢？好多人都話唔想成世孭住呢條數，牙關減中間嘅15年供晒佢，可以慳翻10幾萬嘅利息或者幾十萬嘅利息。咁我話俾你知，大部分上車家庭嘅呢個諗法就係大錯特錯嘅。上車買樓記住呢4個字：長年期、短時間還。只要你嘅年齡符合要求，可以借30年就死都唔好去借20年，可以借20年就一定唔好揀15年。點解咁講呢？我哋用借100萬嚟計，年利率3%，用等額本息還款方法一次過俾你睇，計一計呢條數啦，個差距就一目了然啦。譬如話供30年，每個月固定還款咧港紙4216蚊，利息 total 去到517800，供20年每個月嘅固定還款係5546蚊，總利息係去到331000嘅。供15年每個月供款即刻跳到6906蚊。每個月供多將近2700蚊，總利息係264,900嘅。表面上嚟睇，15年總利息係慳咗27萬，但你一定要諗清楚，供樓呢筆錢係硬性嘅支出嚟。你依家收入高，覺得每個月嘅還款還多2000零蚊冇問題，但將來嘅風險控制呢係唔係控制得到㗎？如果佢哋講句唔好聽嘅，如果係失業呢，或者係假銀工呢，屋企人病咗急用錢，咁點算呢？如果你揀30年最低嘅月供，你點都可以死捱難捱去撐住。15年嘅高月供，但斷供呢，層樓可能會被銀行收翻。呢個就係普通人最應該守住嘅抗風險底線。咁仲有人拗話，咁借30年總利息俾多咁多，好唔抵喎？呢個就係長年期短時間還嘅精髓啦。咁借30年啫，唔代表你真係要供夠30年噶嘛。利息係根據你實際上佔咗銀行幾多嘅本金去計算嘅。你儲夠錢，你係可以隨時提前還款嘅。譬如話你第5年就還清不數，實際上你就係俾咗5年嘅利息，後邊個25年嘅利息1毫子都唔使俾喎。用盡30年最長嘅年期，將每個月供款壓力減到最低，保住生活質素同埋抗風險嘅能力。咁你手頭輕鬆有錢剩，就可以隨時提前還款，又可以慳翻啲利息，又留翻條後路俾自己嘅。呢個先係普通人最聰明嘅玩法。咁喺呢度都係補充翻2個最關鍵嘅提醒啦。第一個，貸款年期唔係你話想借30年就可以借30年嘅，銀行都有明確嘅紅線要求嘅。貸款年期加埋主貸人嘅年齡，大部分銀行要求係唔可以超過70歲下，少數放寬到75歲。咁譬如你話45歲先買樓嘅，最多可能就係借到25年。呢一點一定要預先問清楚，唔好俾你個地產經紀亂咁點你。第二個呢，就係提前還款有黃金時間嘅。如果你係做等額本息，最好係還款週期嘅1/3時間之內還，因為呢，越遲還，你每年嘅本金佔比就會越高，到時先提前還款，慳利息嘅效果就會弱好多。呢點一定要記住。我哋繼續嚟講第3個問題啦，就係等額本金同埋等額本息，咁究竟揀邊一樣呢？邊個先係伏位呢？網上呢，好多人話一定要揀等額本金，話總利息少好多，可以慳唔少。我話你知呢啲其實純粹係理論嚟㗎，根本都唔貼地嘅。大部分普通上車家庭，我建議你哋首選等額本息，唔好夾硬去揀呢個等額本金。解呢，等我講清楚呢兩者嘅核心區別先，然後呢，我會上翻啲數據，你睇完呢，就唔使心大心細啦。咩係等額本息呢？即係每個月還款額係一模一樣嘅，前期利息佔比比較高，本金佔比比較低，後期慢慢調轉嚟，壓力係平均分攤到每一個月，你成世人唔使操心個月供會變。咩係等額本金呢？就係將總本金平均分攤到每一個月，利息就跟住剩低嘅本金去計。第一個月嘅供款係最多嘅，之後每個月呢就越嚟越少啦，總利息都係少啲㗎，但前期還款壓力係拉到最盡㗎。咁我哋都係用借100萬嚟計翻呢條數，利率3%，咁供30年為例，個差距就係清清楚楚啦。等額本息每月固定嘅4216蚊，總利息係去到517800。咁等額本金第一個月要還5278蚊。比等額本息要俾多咗1062蚊，之後每個月大概係遞減咗7蚊雞，總利息係去到451300嘅。呢條數呢，30年嘅總利息呢，的確係爭咗6萬幾蚊，但代價係頭5年甚至係頭10年，你每一個月都要捱貴成1000蚊嘅供款。如果為咗慳翻呢少少嘅利息，
搞到每個月還完房貸，乜都唔使做，又唔敢社交，又唔敢病，又唔敢轉工，其實一啲都唔值㗎。講到呢度呢，一定要澄清一個天大嘅誤解。好多人話等額本息前期就係還咗啲利息，提前還款就蝕底。其實呢個純粹就係謊言嚟㗎。按揭利率永遠都係跟住你剩餘嘅本金去計算嘅。無論你揀邊一種嘅還款方式，提前還款都係本金減少嘅嚇。咁後續嘅利息呢就會重新計算啦，根本唔存在前期還咗利息就白還嘅講法。尤其係你打算未來幾年就提前還晒呢筆錢嘅話，呢兩種方式嘅利息差距幾乎係微乎其微。與其成日諗住遠期嗰啲利息差，不如揀個當下活得舒服、壓力冇咁大嘅方式啦。現金流先係普通人嘅底氣。當然啦，又唔係話等額本金完全唔減得，淨係以下呢幾類人先適合。咁我而家同你講解一下係邊幾類人。第一就係你收入係特別高嘅，然後穩定嘅，完全可以應付到前期嘅高月供。第二就係你就嚟退休啦，第時嘅收入會斷崖式咁下跌，想喺前期還多啲本金，減少退休之後嘅壓力。第三，你完全唔打算提前還款，一心淨係諗住總利息俾少啲。其實我覺得呢，普通人就唔好夾硬嚟啦。仲要補充一個好多人都中過嘅伏位，等額本金對收入證明同銀行流水要求都高好多。銀行普遍要求嘅，你嘅月收入必須係你月供嘅2倍以上。譬如話，等額本金第一個月嘅還款係5278蚊，咁你張糧單就要開到11000蚊以上先可以啦。好多普通打工仔嘅流水呢，根本係唔達標嘅，所以連審批都成問題。唔好話乜都未搞清楚就亂咁揀。好啦，我哋講翻第4個問題啦。地產經紀叫你揀邊一間銀行做按揭，你就死跟住邊一間銀行？咁絕對唔係啦。呢一點係最容易俾人撳住搶嘅，都係最能夠幫你慳到真金白銀嘅一環。好多人買樓咧，開發商叫去邊間銀行就乖地去邊間銀行，到頭嚟利率俾人高一截，想提前還款又俾人諸多限制，喊都無謂。真係，首先要明確話俾大家知，由法律上嚟講咧，買家係有自主選擇貸款銀行嘅權利嘅，開發商係冇權強制你去揀邊間銀行。就算佢話唔跟指定銀行去做就唔會優惠啦，等等呢啲咧，其實都係違規㗎。我呢度咧要講句實戰嘅 tips 啦，唔係叫你完全拒絕開發商嘅合作銀行，而係叫你唔好盲目嘅去跟從，主動權一定要喺自己嘅手上面。因為發展商嘅合作銀行對嗰個樓盤嘅准入政策係最熟悉嘅，譬如網簽備案啦、放款嘅流程都會順暢㗎，容易出現放款遲咗搞到你違約嘅情況。但我哋要做嘅就係貨比三家。揀間條件比較好嘅，就算係合作嘅銀行都可以同佢傾條件㗎。咁你精食以下嘅5個核心嘅重點呢，一個都唔可以漏。一就係睇最終實際嘅利率啦，重點係睇 LPR 嘅加點數。依家5年期以上嘅 LPR 係3.5%，首套房嘅利率都係根據呢個基礎上邊去減點嘅，減得越多，利率就係越低嘅。呢個加點數一旦定咗落嚟，成個貸款週期入邊都唔會變嘅，唔好少睇個0.1厘嘅差距。咁借100萬供30年，總利率可能係差成6萬幾蚊嘅。點解要白白送俾銀行呢？先？一定要問清楚最終嘅利率係咪會寫落個合同度，有冇乜嘢附帶嘅條件，唔好俾人困壞，要申請信用卡啦、買理財產品啦、買保險先有得俾個低息你。計翻呢啲後續嘅附加成本落去呢，隨時都仲係蝕底嘅。第二就係提前還款嘅規則呢，重中之重嘅。頭先講嘅長年期、短時間還。核心嘅前提係銀行要允許你靈活咁提前還款，一定要白紙黑字問清楚呢幾個問題。供款要供夠幾多年先可以提前還款？有冇違約金？1年可以提前還幾多次？有冇最低嘅還款嘅限制額？可唔可以喺手機 APP 一鍵搞掂呢？定係要親自去到銀行先可以等待呢個審批啊？嗰啲要求你供夠3年先可以提前還款，提前還款仲要罰你3個月利息當做違約金嘅。就算佢個息再低嘅，你都要諗清楚先。依家基本上都係供滿1年就可以提前還款嘅，而且冇太多還款嘅次數同金額嘅限制。第三，睇 LPR 嘅調整週期，按揭利率每年都會跟住 LPR 去調整嘅。銀行有2種嘅調整方式，一種係每1年嘅1月1號調整，另一種係放款嘅對應日調整。呢個係你自己可以揀嘅，一定要提前確認，揀啱咗你就可以食盡減息嘅紅利啦。
第四個就係提前還款嘅方式嘅選擇權。提前還一筆錢有兩種核心嘅方式：月供唔變縮短年限期，同埋延期不變減少月供。一定要問清楚銀行係咪可以自由選擇呢？呢度俾多個乾貨你啊！提前還一筆錢，想極致咁慳翻啲利息，就揀月供不變縮短年期。想降低當下供樓壓力，就揀年期不變減少月供。前者比後者可以慳多幾萬蚊利息㗎，千祈唔好揀錯。好啦，咁我哋最後嚟總結4句嘅口訣。上車買樓跟住做呢，係絕對唔會中伏嘅。第一，普通打工仔記得留翻啲應急錢。首期可以俾多啲就俾多啲，做生意嘅老細呢，有穩定嘅投資嘅，回報高過按揭利率嘅，就按照最低嘅首期嚟俾。第二，貸款嘅年期揀長唔揀短，長年期短時間還，進可攻退可守，留翻呢個抗風險嘅能力俾自己。第三，普通打工仔上車合埋隻眼去揀等額本息就收入又高又穩定，或者唔打算提前還款嘅，先至考慮等額本金。第四，揀銀行絕對唔好盲從啊，一定要貨比三家，利率同提前還款嘅規則一個都唔可以求其噶。咁其實呢，買樓係普通人成世最大嘅一筆支出，每一個細節呢都係錢嚟，覺得有用嘅記得點讚收藏，分享俾身邊準備買樓嘅朋友，唔好俾自己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白白送咗俾銀行。好啦，各位街坊，你哋買樓嗰陣時踩過咩按揭伏位呢？可以喺留言區度講出嚟嘅，幫大家避下雷。我係阿 Moon，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嘅嘢係幫助到大家嘅，記得 follow 翻我個頻道啦，令你買樓路上少行啲冤枉路，唔會俾人呃，可以隨時 WhatsApp 我，會根據各位街坊提出嘅問題去再做一個主題去防止大家中伏嘅。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期再見，拜拜。